啱個星期喺市場結構 price action 嘅角度咧，係走咗一啲結構出嚟嘅。今日會同大家睇由28172做咗個暫時高位之後嘅每一步啦，同埋眼利嘅朋友咧見到做咗個 BOS 咁就可能會有啲驚啦。今日會同大家回測，其實舊年我哋都試過喺做緊升勢嘅 CTS 時候都做過一次 BOS 啊。今日我哋回測下當時嘅走法，然後 project 下我哋今次會唔會都係行翻啲類似嘅路徑啦。define 清楚個結構之後咧，就同大家睇睇 option 1、2、3嘅走勢啦。邊啲點數打穿咗或者唔打穿嘅時候，其實大戶話俾我哋聽佢下一步想點啦。仲有會同大家 update 下呢個月線圖級別嘅 capitulation 築頂同埋築底嘅一套信號啦。之前提過有4個 criteria 必須要及實嘅，因為佢話俾我哋聽究竟個升勢可以延續定係轉勢，亦都會回測翻03至08同埋16至18呢兩次嘅升幅，睇下我哋今次較為類同邊一個。以下嘅影片全部都係技術分析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並唔係任何意見。各位做決定之前，請自行做足功課同埋風險評估。By the way， 我喺 Telegram 開咗個免費嘅 group， 有興趣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即時加入。除咗每日都會有啲市場嘅資訊之外咧，每個月我都會做一份唔同投資範疇嘅懶人包嘅。11月出咗呢個股神巴菲特都建議大家買嘅美股 ETF 啦，今個月亦都已經 upload 咗個懶人包上去噶，有興趣可以過去。24年1月 capitulation 之後，我哋一路行上嚟嘅升幅，好快 recap 一下，其實我哋做咗 total 6個 CTS， 即係6次打穿一啲 range 頂而確認到呢個升勢得以延續嘅。自從上個禮拜6地緣政策消息一出之後呢，我哋今個星期5日限咗個波幅係由263至到248，接近1500點。除此之外呢，仲做咗一個第56步嘅 BOS 嘅。我哋較早前呢係有一 set 橙色嘅 external range 由24968至到27444，1月尾呢係打穿咗嘅。第55步做咗第6個 CTS， 然後即刻做埋個 local high， 暫時高位28172啊嘛。所以早排最新嘅一 pair range 呢，就由橙色呢 pair 變咗紫色呢一 pair， 點數係26300至28172。2月份呢，其實做咗3次用針打穿過呢條紫色嘅26300 lower range， 3次睇到呢都係用針吉穿，跟住彈翻上去。接住落嚟呢，就嚟個 gap down， 今個星期直接用 candle body 打穿埋26300，咁所以新嘅一個 external range 呢，就出現咗個 high， 就係呢條新嘅綠色線27176。external low 呢，暫時未 confirm 到，我哋仲要等佢行出一啲結構出嚟先可以。但係 internally 呢，佢係有咗個細 range 出嚟嘅，就係呢兩條藍色線啦，點數26673至到24887，清楚咗個結構啦。咁我哋睇睇1月尾做咗個281高位之後呢，成個2月份嘅表現呢，量度一下，原來我哋係跌咗1300點，大概5%。而3月份行咗一個禮拜啫，就已經跌咗1700幾點，6.68% 噶啦。由1月30號嘅28172高位量度的話呢，我哋 so far 跌咗3200幾點。11.66%。好啦，翻返嚟結構啦。頭先講過，見到下行趨勢 BOS， 即係打斷咗一路以嚟嘅升勢 CTS 嘅話呢，係咪要值得擔心呢？原來由24年1月行到而家26年3月呢2年幾裏面呢，除咗發生咗有6個 CTS 之外呢，都有發生過2個 BOS 嘅。第1至4個 CTS 呢，都其實行得好乾脆、好清晰嘅。如果大家記得嘅話，10月一放完長假期返嚟呢，做完第5個 CTS 之後呢，當時有呢一 pair 橙色嘅 range 26095至到27444嘅。10月返嚟10日內做咗個頂274，同埋打穿埋呢個 range low 260，同時間做埋當時嘅底24968。好迅速㗎，10日裏面製造咗頂底同埋 BOS， 同今次我哋呢個情況有啲類似嘅，都係1個禮拜左右做咗個頂，做咗個 BOS。上次橙色線入邊係拗咗109日㗎，但係拗響個 range 入面呢，其實已經係不幸中之大幸嚟㗎啦，因為出現咗呢一個 BOS 嘅時候，如果萬一陰陽燭係打穿呢一個當時嘅底，即係24968嘅話呢，我哋就會出下行嘅第一個 CTS 去 confirm 一個跌勢。如果出現呢個情況呢，係比出現一個 BOS 係更慘烈嘅。咁所以呢，當時跌到落嚟25038，好在佢繼續咬腰上返去，做緊啲 high low，high low。然後最終仲打穿埋條橙色 range high 274，咁所以我哋先冇事。大家明咗呢個理念之後呢，好啦，今次又係啦，做咗一個
BOS 喺263。頭先講過啦，我哋而家未 confirm 到248係 external low 啦。將件事 simplify， 我假設佢係先。如果咁嘅話呢，陰陽燭只要唔好用 body close 收穿24887，而繼續咬腰上返去嘅話，代表係有機會試返上去嘅。咁當然中間要再行幾耐 range， 定係真係可以打穿274，定係上到去又跌返落嚟，呢個係之後嗰幾步嘅諗法啦。但第一步首先係唔好穿先，咁所以我哋第一步睇24887先。其實我哋今次嘅 impulse 係由190開始升起嘅，190升上嚟做第3個 CDS， 跟住回返落嚟24242，再做第4個 CTS、第5個 CTS、第6個 CTS。呢度咧係一口氣冇結構嘅，所以可以視作為第一個 impulse。呢度唞一唞氣，中轉站。咁所以陣間套 flip 咧，我會由24242至到28172拉俾大家嘅。呢個咧已經係比較溫和嘅走法嚟㗎啦。記得之前咧同大家 backtest 過好幾個升幅同埋跌浪嘅。攞返一個最近嘅睇啦，就係25年第一季由160升到上249，跟住大戶係推返佢落去190嘅，差唔多跌足90嘅。咁所以如果將呢一橛190嘅升幅到281嚟講呢，如果佢真係要調90嘅話呢，其實都會幾深嘅。幸好中間有個 check point，所以我哋陣間可以由242呢一橛拉一拉嚟睇先。咁我就 show 咗0.618、0.764、0.854同埋0.9嘅flip level 點數喺呢度俾大家做個 reference 啦。近來我哋已經跌到落0.8附近㗎啦，而最高呢亦都反彈過，俾0.618頂住咗嘅。另外今個星期當然會有我哋市場嘅進階分析啦，會用4度空間啦、雲圖啦、GC 啦，同埋要 update 下個波浪理論嘅手法啦。標普繼續會睇量化數據 quantitator， 可以睇睇美股嘅短中長走勢啦。另外地緣局勢不穩之後呢，會同大家睇睇3個未來有機會嘅情況，而每一個情況對黃金、石油、股票同埋美元同埋孳息率嘅 implication 同埋一啲方向啦，仲有想介紹一個新人俾大家認識啊，值得俾3個心佢啊，因為又後生啦，又叻仔啦，仲要幾靚仔嘅添。而家 Wall Street 同埋 AI Tech 界咧，全部都望實呢位新星嘅，因為佢唔係淨係喺 AI 領域叻，佢連投資領域都好叻，係暫時唯一一個可以橫跨2個最 hot 嘅界別嘅一個小朋友啊！今個禮拜會同大家睇下佢嘅背景啦，同埋最緊要睇睇佢個 13F 揸住啲咩。最後仲有 TA Bundle 日線圖，今個禮拜會睇10個期貨市場，我會加埋期油上去。呢啲資訊而家課課先會睇到啦。join for free 或者 join 1級火火嘅朋友呢，就要考慮升級去2級火火啦。清楚咗結構呢，我哋 project 3個 option。第一，繼續睇升嘅，如果局勢明朗、快速有改善呢，咁呢個 V 彈都唔係冇可能嘅。我哋首先要睇打穿 internal high 26673啦，同埋新嘅 external range high 27176啦，然後終極目標係打穿近來高位28172同埋好幾年前嘅 swing high 22214。咁當然呢個係最 simplify 嘅畫法啦，中間會有好多 zigzag，要仔細知道一啲區間位呢，咁就真係要用 auto blocks。而嗰方面嘅資訊呢，我喺 Patreon 每日8點半會同大家提供。Option 2睇 range 啊，暫時我哋有個細 range 喺26673至24887啦，同埋仲有個中 range 頂喺27176。睇 range 可以喺2條藍線中間游走啦，就算打得穿26673呢，一日穿唔到27176呢，佢都仲係叫做 within 個 range 入邊嘅。Option 3睇跌嘅，乾脆由28172開始落啦。第一步佢已經做咗啦 ，BOS 咗26300啦。繼續跌嘅話呢，下一步打穿24887，咁到時呢，就成為一個首次跌勢裏面嘅 CTS 啊。如果佢打穿埋24242呢，即係第二個 impulse 完全消耗晒嘅話呢，咁我哋可能最放心啲啦。開個保利加通道啦，都已經變晒形啦。2月初都仲係挨住條黑色中軸時上時落嘅，一個週末嘅消息就可以破壞晒所有嘢噶啦。而家 BB 底喺2559，BB 中軸26389，另外仲有 EMA ribbon 啦。我哋現時狀況呢，弧形咁樣啦，扭翻落嚟啦，8條線已經做咗 bearish 嘅排序啦，最底嗰條嘅阻力位而家喺26164。呢個情況呢，過往亦都出現過嘅，淨係睇近期2次啊，舊年4月同埋舊年12月呢8條線呢，其實都試過扭咗做 bearish，陰陽燭亦都跌穿晒。呢次就乾脆啲一個清晰 V 啦。舊年第4季呢，就糾結少少啦，呢度跌穿過測試，再跌穿，再測試，第3次終於升穿並企穩，咁所以我哋又可以嚟一波1月初嘅升勢啦。
咁所以而家呢，我哋跌咗落去呢，唔係冇得救嘅。第一步，我哋盡快升翻上呢 set ribbon 樓上啦，即係261至263，吉穿都仲要企穩，我哋先可以繼續睇上。好啦，跟住我哋轉去月線圖啊。睇睇 capitulation 呢個 indicator， 咁呢套指標係咩嚟呢？我已經有完整12條影片擺咗喺 Patreon， 只要你係2級火火會員，你就可以去呢個 folder 裏面揾翻呢12條影片出嚟，學到呢套 capitulation 指標點用之外呢，仲有另外好多個唔同嘅進階同埋領先指標，你自己拍落每一幅圖，可以幫你自己做到分析啦。過往呢都有2次係比較長啲時份嘅一個升幅嚟嘅，包括03年至到08年嗰次啦，做咗4年半。另外16至18呢一段呢就行咗年半。除咗佢哋 last 嗰個時間一個長啲一個短啲之外呢，佢哋個結構呢都有分別嘅。一路以嚟都同大家講4個 criteria 嘛，2個指標都係咁睇噶啦。首先呢2條線要係保持金叉啦，另外呢2條線要喺各自嘅指標100同埋80樓上啦，咁我哋繼續可以有升嘅 momentum。相反啦，如果佢哋2個指標嘅2條線做咗死叉，而且佢哋藍色條線已經跌穿翻落100樓下或者80樓下嘅話呢，咁個升勢呢就開始冇動力。1618呢就比較乾脆嘅，03、08嗰次呢比較多 noise， 正正就係呢啲 noise 先可以將個 momentum 呢推咗去4年半咁耐啊。藍色線升咗上100之後呢，其實跌過翻落去。又同橙色呢條線做個金叉死叉扭嚟扭去㗎，下面個指標亦都係咁，但係只要佢能夠有動力企返喺100樓上保持金叉呢，中間嗰啲扭嚟扭去呢，其實就係呢啲少少嘅紅色巴一啲健康 correction， 然後再有力推佢上去咯。咁所以2個 scenario 呢，你想佢拉曬啲，咁你就要忍受多啲 noise 啦；你想清晰啲嘅，咁你就忍受佢年半玩完啦。好啦，咁最緊要就係睇睇我哋而家今次啦。24年9月份，藍色線升咗上去100樓上，同橙色線保持金叉啦。下面個指標一樣咁睇嘅啫。咁所以我哋一路以嚟呢都升得唔錯嘅，直至舊年9月，下面嗰個指標呢係快啲嘅，呢2條線做咗死叉。接住落嚟10月，呢個指標嘅2條線都做咗死叉。每個月都有 alert 大家啦。咁但係呢4個 criteria 只係中咗2個，因為佢哋嘅所有線都仲喺晒100同埋80樓上嘛，係出咗 alert signal。叫大家緊密留意住，唔代表轉勢。12月份嘅影片呢，同大家講咗，好啦，4個指標裏面呢，開始嚟了，見到有3個中咗啦，包括有死叉啦，呢個都係有死叉啦，同埋藍色線已經首次跌穿咗80啦，4個裏面中咗3個啦。好啦，到今個月啦，更加明顯啦，2個指標嘅2條線都係保持咗死叉，下面個指標條藍線再跌深啲，而上面個指標條藍線呢，亦都首次跌穿咗100。咁即係要留意嘅4個 criteria，4個都中晒啦。而咁啱我哋啱到今個月呢，亦都係升勢 last 咗18個月，即係年半啦，同呢次一樣。嗱，咁而家4個 criteria 都用晒啦，下一步呢，要留意呢2個指標嘅藍色線能唔能夠勾翻上嚟，分別喺100樓上同埋80樓上，而且同時間最好同橙色線或者紅色線做埋金叉。咁嘅話呢，近來跌咗11.幾%呢，就只不過係一個回調，就好似呢一橛咁樣啦。呢度都曾經有個幾深嘅連續3個月嘅回調㗎。咁我哋要密切留意2個指標嘅藍色線啦，因為如果一穿呢，無論係08或者18年嗰次真穿嘅話呢，你見到藍線呢係直插要落到去-100樓下啦，呢一次亦都係要落返去-100樓下，咁跟住又要慢慢重新再 build up 過㗎啦。如果你係管理緊6至7位數資金嘅 traders， 交易咗一段日子，但都仲係未有方法做到穩定盈利，以下呢個免費 masterclass 就係為你而設啦。6歲嘅火火都識得用，呢句唔係講笑。Trading 從來都唔係靠天分，唔係靠直覺，更加唔係靠你有幾聰明。早喺好多年前，殿堂級 trader Richard Dennis 已經驗證過一件事：只要普通人肯跟清晰規則，肯照流程，肯重複訓練，traders 係可以被系統性訓練出嚟嘅。因為 trading 同任何 skill set 一樣，唔係靠感覺，只係靠結構。我見過唔同行業、唔同背景、唔同交易年資嘅 traders， 背景唔同，但係只要用同一套規則、同一個流程去練，進步方式居然非常相似。分別唔係經驗有幾多，而係有冇一套可以重複執行、可以 fine tune、可以累積嘅 system。講到尾，冇結構只會靠運氣，有結構先可以行出累積嘅第一步。但我要講清楚一樣嘢，我唔會令你一夜暴富，唔會教你賭數據。如果你想揾快錢，或者接受唔到止蝕，呢套策略計劃就唔適合你。我準備咗一場 private webinar，會完整拆解呢套有晒規則俾你入場、出場、
風控，學跟住做嘅系統，將 trading 變成一個可以被訓練嘅技能。如果你認真看待交易，當佢係一門生意，或者想打造你嘅第二收入，甚至成為職業級交易者，你可以立即登記報名，到時見。